佢哋已經早有聲氣話收翻呢個達爾文港嘅。咁呢個港呢，就係澳洲北部，喺軍事上都應該係要津嚟嘅。喺呢啲問題上呢，世界係冇一個國際法庭，有都係判決出嚟，冇嗰個執行力啊嘛。咁所以喺國際事務上都仲係邊個拳頭夠硬話事嘅。中國企業嚟緊會唔會即係出去投資嘅時間會縮一縮呢？咁就好明顯啦。即係以前大家都會話我嗰個地方自由買賣，咁我就投資啊。而家原來係琴日簽完約，今日咧就可以就唔算數。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可能嗰個步伐就更加慢咯。中國既然出咗聲啦，就唔會話乜都唔做就收手嘅。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股壇事件。喺我身邊有施生同埋浩德。兩位過去一個禮拜或者個零禮拜啦，有啲少少港口爭奪戰出現咗。咁啊早排咧，澳洲總理就認為咧，佢哋著名嘅達爾文港咧應該重新翻澳洲嘅掌控啊，咁先符合澳洲嘅國家利益啦。咁啊之前就巴拿馬法院甚至乎裁定咧，即係長和嘅港口經營權咧係違憲嘅。施生，你認為呢兩個國家即係呢兩種嘅睇法啦，會唔會其實受到美國嘅影響咧？喺美國背後發功就希望佢哋就令到即係呢啲港口嘅權限咧就翻去佢哋本土啦，就唔係中國控制。施生，你認為會有啲咁陰謀喺後面啊？機會就好大嘅，尤其巴拿馬運河特朗普上台之後啊，就表示得好清楚啦，即係佢認為唔係牽涉巴拿馬嘅國家利益，係牽涉到美國嘅國家利益啊嘛。又話巴拿馬運河而家變咗好似落咗喺中國手裏邊啊，又話美國啲船隻經過又要俾錢啊，即係佢嘅態度就好清楚，唔想中國控制巴拿馬運河，但呢啲運河亦都唔係中國政府控制嘅，實際上係和黃以前投標攞翻嚟噶嘛，有個經營權，不過經營權應該未到，而家就巴拿馬政府就悔約，話以前嗰啲條文唔符合巴拿馬嘅利益啊、違憲啊，咁但係招標嘅時候係巴拿馬政府去招噶嘛，同埋你係同人簽咗合約，人哋係已經付出咗代價噶嘛，咁而家咁做正常情況，你起碼要賠償啊！你唔賠償，變咗係明顯違約噶嘛。咁所以中國政府就態度就好鮮明嘅，即係覺得佢咁做係唔啱嘅。如果佢傷害咗中國利益，中國係會採取反制措施，要對方都付出代價嘅。咁施生話澳洲又有樣學樣喎，因為本身頭先提到嘅澳洲都好早前都有講呢樣嘢㗎啦。即係達爾文港其實就係中資企業南橋集團咧有呢個99年嘅租約啦，去到2114年先完啦。咁你認為會唔會即係呢個港口都同即係巴拿馬個港口一樣，都跟住落嚟都會受到美國影響，而從而又可能違憲啊或者係違約咧？澳洲政府咧有一段時間就同中國關係相對好嘅。再早啲咧就即係中美關係未曾咁惡化之前咧，中澳之間嗰個衝突亦都冇咁多嘅。因為澳洲轉咗政府，轉咗親美反華嘅政府之後咧，其實有一段時間鬧得好僵嘅，即係啲龍蝦又賣唔到去大陸啊，變咗香港啲龍蝦大平賣啊，澳洲酒啊好多都受影響。咁其中佢哋已經早有聲氣話收翻呢個達爾文港嘅。咁呢個港咧就係澳洲北部，喺軍事上都應該係要津嚟嘅。
好似附近仲有美軍基地嘅。嗯咁如果係受中國管理，你管理佢嘅時候間有一定嘅管理權啊，佢變成好似中國有一定嘅影響啊，美國當然唔中意啦。咁而家澳洲係五眼聯盟嘅成員嚟噶嘛，同美國關係起碼呢個時候都係受美國影響多過受中國影響啦。雖然新嘅澳洲總理應該以前同中國關係而家呢一屆算好啲嘅，好過之前嘅嚇，但係而家要大選啦，咁佢都要睇澳洲嘅民情啊嗰啲，但係如果就咁無條件收回，我相信任何國家都會唔制。問題喺呢啲問題上咧，世界係冇一個國際法庭嚇，有都係判決出嚟冇嗰個執行力啊嘛。係咁所以喺國際事務上都仲係邊個拳頭夠硬話事嘅。中國如果淨係同澳洲比咧，應該就係夠有力有餘嘅。但係如果要考慮埋美國嘅情況咧，即係有一定嘅風險啦。但係我睇中國政府嘅態度啊，比起以前係強硬咗好多嘅。咁點解會咁強硬咧？可能同中國嘅國力都有關嘅。中國而家喺武器方面啊，你喺超音速嘅導彈啊、第6代戰機啊、新嘅航母啊，而家用嘅嗰啲咩雷射炮啊，好多武器上都未必輸蝕得晒。咁係咪代表中國一定會採取武力呢？因為另一個霸權美國就時不時都以出動武力作威脅㗎嘛。中國暫時都未講到用武力嘅，但係作比較強硬嘅反應同埋會據理力爭。咁用咩方式爭咧？暫時未睇到咯。暫時先講道理先啦。咁兩位認為，如果你講翻，可能比較多觀眾都會關心就係巴拿馬港口個發展咧。兩位認為跟住會係咩情況咧？會唔會都好似先生咁講，就係雖然可能違憲呢件事都唔合理嘅，但係拳頭大就冇計啦。臨尾都係俾美國或者巴拿馬攞翻去咧。我諗就而家佢好似係話佢係違憲啊嘛，即係理論上佢巴拿馬喺國內嘅理解就係你唔啱先，我就係唔需要賠償俾你。但係先生話佢哋招標先㗎嘛，但即係唔係中國去壓翻嚟㗎嘛？咁係佢嬲人哋嚟㗎嘛？你嬲咗我嚟，而家又話要收翻。似一時比一時嘛，嗰陣時同你好朋友，而家就之前嘅政府係啦，而家就同你唔好朋友，咁啊揾藉口。咁但係如果佢諗住同你好好傾嘅話咧，佢就唔會話你違憲啦，就大家商討下啦。佢擺得嗰個字眼咧，就應該都係唔諗住俾錢你㗎啦。咁啊夾硬嚟咯。我相信錢就多多少少都要俾嘅。問題中國政府係咪滿意咁樣啫嘛？佢唔係要錢啊嘛。咁兩位認為，如果真係個事態發展最尾都係即係呢兩個港口啦，或者巴拿馬港口都會俾美國或者巴拿馬控制翻啦，叫做嚇，咁會對中國嘅企業咧，如果出口方面會唔會大受影響咧？譬如可能會唔會即係經過呢啲要道嘅時候，俾佢收更加貴嘅稅啦，或者係錢啦，從而打擊咗我哋嘅出口業咧？而家佢哋擺出嚟嘅姿態咧，就想盡早收回。咁佢哋做唔做得到盡早收回或者佢面對如果咁樣做嘅話，會承受乜嘢後果，都會影響佢哋嘅決定嘅。即係我自己認為咧，中國既然出咗聲啦，就唔會話乜都唔做就收手嘅。咁呢個都仲有待觀察，我都好難喺呢一刻就知道嘅結果啦。但係中國應該有後着先至會咁做嘅，就唔會話乜嘢牌都冇喺手，最後人哋做咗你A 都冇得 A，或者乜都唔回應，咁
你以後就好難喺世上立足噶啦嘛。咁好多認為中國企業會受影響咧。如果真係俾佢哋收翻個權嘅話，第一咧就呢個就類似好似之前中美貿易嘅情況，啲關稅差唔多嘅概念，即係好多人覺得啊，你不如加啲關稅落中國度，咁中國出口企業就會受損。但係事實上你明白就係即係做生意噶嘛，即係本身你啲出口企業個成本高咗咧，你個客都要俾錢噶嘛。同埋事實上好多出口，即係如果出口嘅運作上高咧，其實有部分嘅安排基本上就係擺到上。即係大陸嘅港口咧，其實已經叫交貨啊。咁啊，中間嗰啲即係喺公海上高啊，去到世界各地，其實好多時都係個買家負責。所以你話單係話嗰個運輸上高出現咗變卦，第一佢有替代啦，第二就係其實個買家都要有即係有可能會需要即係分擔部分成本咯。咁你話對出口業咁，其實講真呢幾年佢哋都唔係好，即係個 margin 都唔係好高啊。其實即係尤其是嗰個關稅之後，咁所以其實佢都即係剩得落嚟嗰啲，其實都係可能掹車邊仲生存到，咁你再加落去，咁對佢哋會有影響咯。但係咁咪唔做咯，唔做咁個買家又去翻一個問題啦，好似關稅咁，咁你去邊度買咧？你又買唔到，咁所以成件事做咗出嚟咧，其實只係增加咗好多嘅貿易成本，但係其實生意會有影響，但係佢生意都好繼續做咯。即係呢個應該係最比較明顯嘅走勢。但係你話中國企業嚟緊會唔會即係出去投資嘅時間會縮一縮咧？咁就好明顯啦。即係以前大家都會話我嗰個地方自由買賣，咁我就投資啊。而家原來係即係係啦，琴日簽完約，今日咧就可以就唔算數。咁都會有，我諗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可能嗰個步伐就更加慢咯。其實呢類似嘅事情係發生過噶啦嘛。之前咧美國覺得即係打關稅戰嗰段時間咧，美國覺得哇中國個造船業越嚟越犀利喎，差唔多世界有成6-7成嘅新訂單，即係俾中國搶咗嚇。咁佢就話邊個用中國嘅船咧，經親美國啲港口咧，都要收額外嘅，即係嗰啲過路費啊，即係泊岸費啊，或者總之收你錢啦。咁講到真一樣咁，最後埋牙，大家較量過之後，原來話中國都有啲嘢可以卡美國脖子嘅喎，嚇打唔落去咁，而家好似取消咗，嚇咁會唔會遲啲又取消咗咧？嚇，所以執行上都其實好困難啦。咁啊，其實世界就似乎越嚟越複雜啦。咁複雜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話地緣政治風險嘅提高。咁近來咧就有兩種資產啦，金同埋銀咧，可能因為地緣風險高咗咧，就不斷咁攀升啦。咁啊，施生其實之前喺節目都評論過啦。咁但係上個禮拜節目出咗之後咧，其實銀咧或者貴金屬啦都跌得幾犀利。施生有冇啲咩新睇法同我哋嘅觀眾分享下？你對即係近來嘅調整咧，會唔會有啲咩嘅擔心咧？升得多，咁梗係物極必反㗎啦。其實之前咧我都覺得係升快咗嘅嚇，即係升快咗，起碼你追唔追？我自己其實之前就選擇有部分 take 咗 profit 先啦，但係都冇完全 take 晒，因為我有啲都係早期㗎嘛。咁跌一跌咧，係令到我原本非常可觀嘅利潤咧，就打咗個折扣。係嚇，咁但係係咪個市已經轉勢咧，就好難講嚇，因為呢次跌都外人睇嚟咧，似乎係有組織行為嚟嘅，即係有人想推冧嘅市，製造一個恐懼。我之前都有講，而家喺呢個貴金屬市場，因為牽涉到係美元嗰個可靠性嘅問題，之前會唔會有另一啲國家喺處借呢個貴金屬嘅價錢去影射美元嘅購買力受質疑咧？可能都有呢種力量喺度，咁變咗美國為咗維護美元嘅價值咧，都想對嗰啲揸貴金屬嗰紮投資者、投機者
俾佢一定嘅衝擊壓力嚇，咁所以大跌一輪又反彈，反彈完亦都大跌嚇，即係個挫上挫落似乎係兩股力量喺處鬥法咯。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從大嘅背景去睇咧，又唔覺得美元嘅勢頭有幾大嘅好轉，因為你美匯指數可能會有一啲反彈嘅，但係美債唔係因此而減少咗美國嘅赤字亦都唔見有所改善，咁對美元嘅懷疑係依然存在，只不過咧美元亦都唔係即刻可以退出歷史舞台，佢都可能仲有一定嘅影響力，咁所以我認為即係呢場嘅博弈咧，仲會繼續落去。呢一刻唔可以話貴金屬嘅牛市已經結束咯，但係的確係有人想透過一啲技術性嘅指標去證明貴金屬升勢已經告一段落咯。咁但係成唔成功咧？暫時未睇到。哇！好多點樣睇近來個走勢咁顛簸，係咪要小心啲咧？其實我都講咗幾個月嘅，即係呢啲咁嘅大牛市咧，必定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你升得急啊嘛。咁就算你基礎因素又好啊，你宏觀嘅因素，咁我哋之前都講過係利好嘅。但係咁你啲嘢可以升咧，就有即係你有分析嘅又買，冇分析又買，只要你有錢都買。就算你冇錢咧，你係走去買期權啊、買期貨啊。咁所以其實一定係累積咗好多嘅槓桿啊，同埋衍生工具喺後邊噶嘛。咁樣殺落嚟，咁其實我諗一個比較正常嘅投資者咧都係預咗嘅。不過你唔知幾時，咁但係你唔知幾時，唔知跌幾多，其實都冇乜意思。但係整體上你參與就係即係我哋叫咩咧？食得鹹魚抵得渴咯。咁同埋你可以留意下咧，其實現貨同埋期貨個波動性都係啲唔同。其實遠期啲嘅期貨其實就冇喐咁多啊。咁即係如果我哋用散戶啲嘅術語，咪即係喺上高打翻落嚟睇下你得唔得咯？部分嘅投資者就係即係跟紅頂白嘅啫嘛。即係你升，咁你同埋你諗下過去嗰個零兩個月，基本上好似日日升唔識跌咁。咁其實好多人嗰個風控係差啲嘅。咁你咁打咗落去咧，咁可能其實就將嗰個至少過去一段時間累積嗰啲過分兒戲嘅投資或者投機嘅需求咪減翻低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完結咗個牛市週期咧？又唔係。咁但係其實每個牛市週期都係咁，或者就算係銀咁計咧，即係你其實可能舊年10月、11月都有一轉都係叫做有個比較波動嘅時間嘅。咁之後你都繼續上咯。咁當然今次咧就即係我自己咧嘅即係個留意嘅重點都係金嘅，但係金係一日可以跌10%，即係差唔多1成，其實都算係勁嘅。咁但係你其實去到呢啲位咧，個承接力又好似好啲。不過而家即係言之尚早啦，即係我就都係跟阿先生咁，即係就我又唔會清晒倉咯，我都係睇好嘅。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呢個時間可以留底啦？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其實基本上係同賭大細冇乜分別。睇你咩時候走咗咯。如果你高位走咗，而家其實都點都係平啲嘅。係啊，都平啲嘅。係。咁唔知各位觀眾對頭先我哋講嘅唔同嘅話題有啲咩意見咧？歡迎留言嘅。我哋下一節翻嚟會講其他經濟嘅問題。我哋下一節再見。其實全世界啊，都而家喺處考慮緊經濟嘅體制係唔係仲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呢？有一啲情況連特朗普都覺得哇，大陸喐下就有舉國之力，嗰個規劃嘅影響力越嚟越大，所以呢個係世界都變緊。不過我扯遠咗啦，政府計劃自己內部計劃嘅啫，佢唔可以替地產代理又計劃，替食肆又計劃，冇得計劃嘅。所以香港我相信